零稅率香港金融出王炸，新加坡即刻慌咗，冇聽錯就係咁誇張。針對全球頂級基金經理最核心嘅業績分成收入，香港相關部門正密鑼緊鼓，研究一套激進稅改方案，目標直接將呢部分收入嘅稅率降到0。呢單嘢傳出之後，成個亞太金融圈即刻炸開咗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連夜召集各大機構開閉門會議，諗辦法應對呢波突襲。遠至紐約、倫敦嘅基金圈都紛紛討論呢個政策落地之後，會唔會掀起一波人才南遷嘅浪潮？可以咁講，香港同新加坡爭咗幾十年嘅亞洲金融中心寶座，呢一次終於打到去掀底牌嘅階段。以前大家都係小修小補，你出個人才計劃，我補個稅優惠，溫溫吞吞。今時不同往日，香港直接偷出稅收核武器，將競爭烈度拉到咗史無前例嘅高度。今日我哋就由淺入深，同大家拆解呢場沒有硝煙嘅金融攻防戰。點解香港偏偏喺財政受壓嘅時候咁推出咁大手筆嘅減稅措施？新加坡面對呢波回馬槍，又會出啲咩招應對？呢場內卷式嘅減稅競賽，最後到底係雙方共贏，做大個蛋糕，定係便宜咗班頂級富豪？兩邊都得不償失。好多唔接觸資管行業嘅朋友，可能對業績分成呢個詞冇乜概念。我先同大家拆解得明明白白，係全球私募對沖基金呢個行入面有個通行咗幾十年嘅收費潛規則，行內人叫2D-ESM法則。乜嘢意思呢？就係基金公司每年先收全部管理資產規模嘅2，作為固定管理費，呢筆錢用嚟交租出糧、買系統、覆蓋日常營運開支，屬於罕樂保收嘅部分。剩低嘅，如果基金當年投資賺咗錢，賺到嘅收益入面，基金公司要抽走。2D-ESM就叫業績分成，英文叫 carry interest， 亦都有人叫表現費。千祈唔好睇少呢20嘅分成呢，先至係頂級基金經理真正嘅收入大頭。我同大家計條數就清楚，假設一間對沖基金管理規模係10億美元，一年投資收益有2，也就是賺咗2億美元。咁固定管理費就係10億嘅2，也就是2,000萬美元。而業績分成係2億收益嘅20，也就是4,000萬美元。換句話講，業績分成嘅收入係固定管理費嘅2倍。如果基金規模再大啲，或者當年市況好，收益更高，呢筆錢就更加誇張。嗰啲全球頂級嘅基金經理，一年光業績分成就有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美元，折成港幣就係幾千萬，甚至上億。呢部分收入先至係佢哋積累財富嘅核心。每個月嗰啲基本工資喺呢筆錢面前根本唔值得一提。而喺香港舊有嘅稅制入面，呢部分收入係要按薪俸稅或者利得稅徵收，最高稅率大概17.7% 左右。講句公道說話，呢個稅率放眼全球已經算係非常低嘅水平。同樣嘅收入放喺紐約聯邦稅、加州稅加埋可以衝到40字以上。放喺倫敦，最高稅率都有40啫。就算係大家印象入面稅率好低嘅新加坡，最高檔個人所得稅都有22%。就算扣晒各種優惠，實際稅率都好難降到10%以下。所以你就可以明白，當香港傳出要將業績分成稅率直接降到0嘅時候，係全球金融圈入面有幾大震動。呢個相當於乜嘢呢？就相當於大家本來都喺同一個賽道跑步，你本來已經跑得比人快，結果你直接唔跑，開跑車落場呢，已經唔係正常競爭，係降維打擊。我睇到呢個消息嘅時候，第一反應其實係意外，唔係以為香港會出優惠政策，而係以為香港會將力度放得咁大。更加意外嘅係推出呢個政策嘅時機，恰恰喺香港財政壓力唔細嘅時候。有留意香港財經嘅朋友應該都知，呢幾年香港嘅財政狀況並唔寬裕。香港政府嘅收入結構長期以嚟都有2大支柱，一個係土地出讓收入，也就是大家成日講嘅賣地錢；另一個就係同金融市場綁定嘅各類稅費，其中最主要嘅就係股票印花稅。呢2筆收入加埋，佔咗政府財政收入好大一部分，亦都係香港維持低稅率、高福利嘅重要基礎。但係呢幾年，呢2條支柱都出現咗明顯鬆動。先講土地收入，隨住香港樓市進入調整週期，發展商拿地意願大幅下降，政府推地嘅成交率同成交價都遠唔及巔峰時期。以前香港賣地，時不時就拍出天價一塊地就可以收幾百億，
而家唔單止地價降咗好多地塊，甚至會出現流拍。土地收入同巔峰時期相比，縮水咗相當大比例。可能好多人對香港嘅財政儲備冇具體概念，我俾一組數據大家參考。喺財政最充裕嘅時候，香港財政儲備超過1萬億港元，相當於政府一整年冇任何收入都可以維持正常開支。但經過呢幾年嘅持續消耗，財政儲備已經出現明顯下降。雖然仲係有底子，但同巔峰時期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更加關鍵嘅係收入結構嘅問題，唔係短期可以解決。土地收入下滑同樓市週期深度綁定，唔係政府想拉就可以拉起嚟。股票印花稅幾多，亦都睇市場行情，政府可以干預嘅空間有限。喺咁樣嘅背景底下，香港政府其實係賭緊一場豪賭，用短期嘅稅收損失換長期嘅產業升值同地位鞏固。如果賭贏咗，金融產業越做越大，帶動埋成個經濟財政問題，自然迎刃而解。如果賭輸咗，稅收減咗人又冇搶到，咁財政狀況只會雪上加霜。再講股票印花稅，呢筆收入同股市成交額直接掛鈎。前幾年港股市場交易活躍嘅時候，日均成交額可以到2000幾億，甚至3000億，印花稅收入自然水漲船高。但呢2年市場情緒變化，日均成交額明顯下滑，對應嘅印花稅收入亦都跟住大幅減少。一邊係收入端不斷縮水，另一邊係開支端冇減少，民生基建、防疫相關嘅支出都要保障。所以財政赤字就成咗繞唔開嘅問題。為咗填補收支缺口，香港政府呢幾年亦都持續發行債券，靠借債維持日常開支。好多財經評論都講，香港而家嘅財政已經過咗以前瞓覺都收錢嘅舒服日子，要開始過緊日子。按常理嚟講，財政緊張嘅時候，政府第一反應應該係開源節流，諗辦法多收稅或者減少開支。但香港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唔單止唔加稅，反而要俾最有錢嘅一批金融精英免稅，仲要直接免到0。呢個喺好多人睇嚟，簡直係不可思議嘅操作。甚至有人會講，呢啲唔係劫貧濟富咩？普通人日子都唔好過，仲要俾富豪減稅。但如果你企喺城市競爭同長期發展嘅角度睇，呢筆賬其實唔可以咁計。恰恰喺財政承壓嘅時候推出呢個政策，先至更加可以說明一件事：喺香港嘅戰略判斷入面，保住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比短期嘅財政收入仲要1萬倍。呢個基本盤如果丟咗，未來嘅財政只會越嚟越差。但只要可以將呢個基本盤守住，甚至做強，今日少收嘅呢啲稅，未來可以從產業帶動消費，拉動就業增長入面10倍100倍咁賺返嚟。呢個其實唔係香港第一次用呢種以退為進嘅策略鞏固金融地位。往前翻幾十年，香港嘅金融中心地位從來都唔係靠高稅收堆出嚟，而係靠開放、靠低稅率、靠對接內地嘅獨特優勢，一步一步拼出嚟嘅。早喺上世紀70、80年代，香港就抓住咗內地改革開放嘅歷史機遇，成為外資進入中國嘅唯一跳板。嗰陣時，外資想同內地做生意，想投資內地資產，幾乎都要通過香港，就係靠住呢個獨一無二嘅樞紐地位。香港快速崛起，從一個轉口貿易港變成咗舉足輕重嘅國際金融中心。後嚟到咗90年代，新加坡開始發力追趕，靠住更穩定嘅社會環境、更宜居嘅城市面貌，仲有同樣嘅普通法體系，搶走咗唔少跨國公司嘅區域總部。香港亦都冇坐以待斃，反而不斷推出金融開放政策，比如推出創業板、放寬外資准入、完善互聯互通機制，一步步鞏固自己嘅優勢。再到後嚟，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陸續開通，香港同內地市場嘅綁定越嚟越深，成咗全球資本配置人民幣資產嘅核心通道。呢個係新加坡再努力都搶唔走嘅優勢，因為你再搞稅收優惠都替代唔到香港同內地市場之間嘅呢種深度連接。除咗靠近內地市場，香港仲有一個新加坡永遠追唔上嘅優勢，就係離岸人民幣中心嘅地位。目前全球超過70%嘅離岸人民幣結算都喺香港完成。香港有全球最大嘅離岸人民幣資金池，有最豐富嘅人民幣金融產品，有人民幣債券到人民幣衍生品，應有盡有。隨住人民幣國際化不斷推進，全球對人民幣資產嘅需求會越嚟越大。各國央行、主權基金、資管機構
都需要配置人民幣資產，而香港就係佢哋進入人民幣市場嘅最佳入口。呢個定位係由國家戰略決定嘅，新加坡再搞稅收優惠都搶唔走。未來如果人民幣喺全球儲備貨幣入面嘅佔比持續提升，香港嘅金融中心地位只會越嚟越穩固。呢個係香港最深嘅護城河，亦都係佢敢同新加坡打稅收戰嘅底氣所在。但我哋亦都要承認，過去呢幾年香港確實經歷咗唔少波折，社會事件嘅衝擊，加上疫情嘅影響，仲有地緣政治格局嘅變化，令唔少外資機構產生咗顧慮。好多機構開始執行中國+1嘅策略，也就是將原本全部放喺香港嘅業務拆分一部分放去新加坡分散風險。嗰段時間確實有唔少徵用機構將區域總部核心團隊遷去咗新加坡，尤其係家族辦公室同對沖基金增長特別明顯。根據新加坡金管局發佈嘅年報，過去幾年新加坡嘅資產管理規模實現咗2位數增長，其中好大一部分增量都嚟自從香港遷移過去嘅資金同機構。當時好多評論都講，香港嘅亞洲金融中心地位不保啦，新加坡馬上就要全面超過香港啦。甚至有人講呢個係香港金融地位嘅轉折點，從此就要一蹶不振啦。但香港顯然冇躺平。呢2年我哋可以好明顯睇到，香港一直喺出招反擊，先是推出咗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放寬全球100強大學畢業生嘅入境限制，大批量引進各地人才，然後又針對家族辦公室推出咗專門嘅稅收優惠，滿足條件嘅家辦可以享受利得稅減免。仲有港交所亦都不斷改革，放寬上市規則，吸引更多科技公司嚟港上市，想將 IPO 嘅優勢守住。講起家族辦公室呢度可以多講2句，因為呢個係最近幾年兩地競爭最激烈嘅領域之一。新加坡好早就推出咗針對家族辦公室嘅稅收優惠計劃，也就是業內常講嘅13O 同13U 計劃。13O 針對喺新加坡本地註冊嘅基金，要求最低管理規模1000萬新幣，並且僱用一定數量嘅本地員工，滿足條件就可以享受投資收益免稅。13U 針對離岸基金門檻更高，需要5000萬新幣嘅管理規模，但限制更少。呢2個政策推出之後，新加坡嘅家族辦公室數量幾年內翻咗好幾倍，好多全球富豪都將家辦設喺新加坡。香港後嚟亦都跟進推出咗自己嘅家辦稅收優惠，規定負條件嘅家族投資控股公司投資相關嘅利潤可以免交利得稅，資產門檻係2.44億港幣。政策推出之後，亦都吸引咗唔少聚焦中國市場嘅家族辦公室落地。但之前香港嘅政策主要針對企業端，對核心嘅基金經理個人冇特別大嘅優惠。而呢一次嘅業績分成零稅率，相當於直接補上咗個人端嘅短板，對家辦嘅吸引力會再上一個台階。但平心而論，之前嘅呢啲政策雖然力度唔細，但都仲喺大家嘅預期之內，屬於常規嘅競爭手段。直到呢一次直接拿出業績分成零稅率嘅王炸，所有人都意識到香港今次係真嘅動真格啦，要正式吹響全面反攻嘅號角。香港呢邊消息一出，最坐唔住嘅肯定係新加坡。根據《金融時報》嘅報道，自從香港嘅減稅計劃傳出之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仲有旗下負責金融市場發展嘅相關部門，近幾個月一直頻頻召集業內各大投資公司開閉門會議，核心議題只有一個：點樣維持新加坡嘅競爭優勢，應對香港呢波突如其來嘅攻勢。新加坡嘅緊張係完全可以理解嘅，因為佢太清楚稅收對頂級基金經理嘅吸引力有幾大。我之前計過一個頂級基金經理一年嘅業績分成，如果有1000萬港幣喺香港免稅嘅話，比喺新加坡最少可以多拿100-200萬，甚至更多。呢筆錢唔係小數目，足夠令好多人認真考慮搬家嘅事。對於資管機構嚟講，頂級基金經理就係公司最核心嘅資產。如果核心嘅基金經理強烈要求調去香港辦公室，公司幾乎冇拒絕嘅理由。畢竟培養一個可以管幾十億上百億資金嘅基金經理成本極高，要是因為稅收問題將人逼走咗，損失可比調個辦公室大得多。更加令新加坡擔心嘅係，已經有機構開始行動啦。有業內知情人士透露，唔少駐紮喺新加坡嘅基金公司已經喺評估重新加大香港佈局嘅可行性。
有嘅喺考慮將核心嘅投研團隊遷返香港，有嘅本來冇打算開香港辦公室嘅，而家亦都開始做前期準備。呢個其實係新加坡最唔想睇到嘅局面。過去幾年，佢辛辛苦苦從香港搶過嚟嘅機構同人才，而家香港只用一招稅收優惠，就有可能令好多人再遷返去，相當於之前花咗咁多力氣，最後可能竹籃打水一場空。但新加坡亦都有自己嘅難處，佢冇辦法好似香港咁，乾脆直接將個人稅率降到0。佢最大嘅顧慮唔係財政收入，而係國內嘅輿論同政治壓力。新加坡呢幾年嘅生活成本上漲得非常快，私宅價格年年上漲，房租物價都喺走高，普通民眾嘅生活壓力唔細。政府一直強調要控制通脹，要保障民生，要縮小貧富差距。喺呢個節骨眼上，如果政府突然宣布俾嗰啲本來做年入千萬嘅基金經理大幅減稅，甚至直接免稅，輿論肯定會炸鍋。民眾會問，憑乜嘢普通人辛辛苦苦返工要交咁多稅？嗰啲億萬富豪反而唔使交稅，政府到底係企喺普通人呢邊，定係企喺富豪嗰邊？呢種輿論壓力係任何一個政府都唔可以忽視嘅。而且新加坡嘅社會結構同香港唔太一樣，新加坡對民生公平嘅敏感度更高，組屋制度、中央公積金制度本質上都係保障社會公平，直接俾頂層人群免稅，同成個社會嘅治理理念係有衝突嘅。推行起嚟嘅政治阻力會非常大，所以新加坡而家更傾向於換一個思路，唔從個人端入手，而係從企業端落手。簡單嚟講，就係唔俾個人直接減稅，而係俾基金公司更低嘅企業稅率，令公司有更多利潤空間。公司有錢咗就可以俾員工加工資、發福利，提供更好嘅辦公條件，間接提升對人才嘅吸引力。咁樣做嘅好處係輿論壓力會細好多，畢竟俾企業減稅，可以講係為咗搞活經濟、創造就業，普通人更容易接受。直接俾個人減稅，就好容易被扣上幫富人省錢嘅帽子。而且呢套玩法，新加坡早就玩過，仲玩得非常熟練。10幾年前，新加坡就係靠類似嘅企業稅收優惠，從香港手裏搶走咗一大批跨國科技公司嘅亞太總部。當年新加坡推出咗好幾個針對跨國企業嘅優惠計劃，苦苦調整嘅區域總部可以享受10%甚至更低嘅企業所得稅，遠低於17尺嘅標準稅率。呢個政策一出，效果立竿見影。Google、Meta、亞馬遜呢啲全球科技巨頭陸續將亞太區總部從香港搬到咗新加坡。點解佢哋願意搬？因為對於科技公司嚟講，區域總部嘅核心功能係管理同結算，放喺邊度都差不多，邊度稅低就放邊度。就咁一招稅收優惠，新加坡直接奠定咗自己作為東南亞科技樞紐嘅地位。直到今日，絕大多數全球科技公司嘅亞太總部都仲喺新加坡。當年嗰場科技總部之爭，香港其實輸得幾可惜。香港本來有先發優勢，好多跨國公司最早嘅亞太區總部都設喺香港，但新加坡靠住更優惠嘅企業稅、更高效嘅行政服務，仲有更宜居嘅生活環境，一點點將客戶都挖走咗。等到香港反應過嚟想跟進嘅時候，格局已經基本定咗。亦都正因為有過今次教訓，香港今次喺金融領域先會出手咁狠，直接拿出零稅率嘅底牌，就係唔想再重蹈科技總部嘅覆轍。佢知道，要是再按部就班咁小步調整，根本拉唔動已經遷去新加坡嘅機構，必須要用超常規嘅手段，先可以打對方一個措手不及。而家新加坡想將當年搶科技總部嘅成功經驗複製到金融行業入面。佢唔想直接同香港拼個人稅率，而係想靠企業端嘅優惠，加上自己原有嘅營商環境優勢，守住自己嘅基本盤。但問題係，金融行業同科技行業可以一樣嗎？科技公司嘅總部決策嘅係公司層面，看重嘅係企業成本同區域輻射能力。但金融行業嘅核心係人才，尤其係頂級嘅基金經理，佢哋個人嘅意願權重非常高。邊度對個人更有利，佢哋就更傾向於去邊度。公司好多時候亦都只能順着佢哋嘅意思嚟，所以企業端減稅嘅效果能不能抵消個人端零稅率嘅吸引力，而家仲要打一個大大嘅問號。呢個亦都係新加坡而家最糾結嘅地方。跟進個人減稅，輿論壓力太大，唔跟進，
又真嘅有可能被香港搶走唔少人才。傾到呢度，肯定好多人會講，呢啲唔就係內卷咩？兩個城市互相減稅，最後便宜嘅都係有錢人，政府乜都冇撈着，純嘅惡性競爭。呢個講法有道理，但只講對咗一半。要判斷呢場競爭係良性定惡性，係做大蛋糕定零和博弈，我哋得先搞清楚一個問題：亞洲嘅資本市場到底仲有幾大增長空間？頂級嘅金融人才到底係存量固定嘅，定係會不斷增長嘅？根據波士頓資訊發佈嘅全球財富報告，過去10年亞太地區嘅私人財富總量增長咗1倍以上，係全球增長最快嘅地區。未來10年呢個增長趨勢仲會繼續，淨係中國內地同東南亞就會誕生數以百萬計嘅新富人群，對應嘅財富管理、資產管理需求係天量嘅。從呢個角度睇，亞洲嘅金融符號市場遠遠冇到飽和嘅地步，蛋糕仲喺快速變大。香港同新加坡作為亞洲最成熟嘅兩個金融中心，完全有能力各自食一塊，唔使拼個你死我活。香港可以專注服務北亞同中國內地嘅客戶，做好人民幣資產嘅全球樞紐；新加坡可以專注服務東南亞同南亞嘅客戶，做好全球美元資管嘅區域節點。兩者嘅市場本來就有差異，唔係完全重疊嘅。但問題在於金字塔尖嘅嗰部分資源係有限嘅，全球頂級嘅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巨頭也做咁100幾家，可以管理100億美金以上規模、有全球影響力嘅基金經理，更加係鳳毛麟角。呢啲頂級機構同頂級人才係金融產業鏈嘅頂端，佢哋喺邊度就可以形成繩衣夾掻效應，帶動成個上下游發展。就好似一座城市要發展科技產業，最關鍵嘅係要先引嚟幾家頭部科技公司，只要龍頭嚟咗，上下游嘅中小企業、配套服務商自然會跟住嚟。金融行業都一樣，只要頂級嘅基金公司同基金經理嚟咗律所、會計師事務所、數據服務商、託管銀行，呢啲配套機構都會跟住過嚟，成個城市嘅金融生態就活咗。所以喺高端市場，呢場競爭確實係存量博弈，你多一家頂級機構，我就少一家；你多一個頂級基金經理，我就少一個。從呢個層面講，內卷確實係存在嘅，但我哋亦都要睇到競爭帶嚟嘅唔止內卷，仲有進步。為咗搶企業、搶人才，兩個城市都喺不斷優化自己嘅營商環境，不斷提升監管效率，不斷完善配套設施。比如香港喺大力引進人才，新加坡亦都喺放寬簽證政策，香港喺優化上市規則，新加坡亦都喺搞 SPAC 改革。呢啲變化最終都會令成個行業受益，亦都令成個亞洲嘅金融市場變得更有活力。所以到底係良性競爭定惡性內卷，關鍵睇嗰度。如果大家都拼服務、拼效率、拼生態，咁就係良性競爭。如果最後只拼邊個稅更低，不斷往下降，甚至降到0以下搞補貼，咁就變成惡性內卷啦。目前嚟睇，兩邊都仲喺良性競爭嘅範圍內，但香港呢步棋確實將競爭推向咗更激烈嘅階段。接下嚟，我哋不妨做幾個假設，推演一下呢件事未來可能嘅走向。第一個假設，如果香港嘅零稅率政策真嘅全面落地，會唔會吸引大量歐美頂級基金經理遷離亞洲？喺呢件事之前，全球嘅頂級金融人才主要都仲係集中喺紐約同倫敦，畢竟呢兩個城市係全球金融體系嘅核心，產業生態最完善，信息最靈通，機會亦都最多。亞洲雖然發展好快，但喺好多歐美基金經理眼入面，仲係屬於新興市場，唔係首選。佢哋唔願意嚟亞洲，原因有好多，比如文化差異、生活習慣唔同、離屋企人朋友遠，仲有好重要嘅一個原因，就係稅收優勢冇咁大。亞洲嘅稅率雖然比歐美低，但低嘅幅度仲唔足以抵消生活上嘅不便。畢竟一年多賺幾十萬美金，同舉家搬遷到一個完全陌生嘅地方，比好多人都會揀後者。但如果香港直接將業績分成嘅稅率降到0，咁呢個差距就一下子拉開咗一個年收入幾千萬嘅基金經理，喺紐約可能要交接近一半嘅稅，喺香港1分錢都唔使交，一年落嚟可以多賺幾千萬港幣。呢個數字已經足夠令好多人心動，而且對於好多做全球宏觀投資或者做跨境交易嘅基金經理嚟講，喺邊度辦公其實差別唔大。而家通訊技術咁發達，只要有網絡、有信息終端，喺香港一樣可以交易美股、
歐股一樣可以同全球客戶溝通。既然咁樣，點解唔揀一個免稅嘅地方呢？如果真嘅出現呢種情況，咁香港嘅目標就唔止係同新加坡競爭咁簡單，佢甚至會直接同紐約、倫敦搶人，真正躋身全球頂級金融中心嘅第一梯隊。當然，呢個係比較樂觀嘅假設。現實中，稅收只係影響人才流動嘅其中一個因素。法律體系嘅穩定性、生活環境嘅舒適度、國際就業資源、醫療水平等等，都係好重要嘅考量標準。香港喺呢啲方面仲有提升空間，但零稅率無疑係一塊份量極重嘅敲門磚。第二個假設，如果新加坡被迫跟進，也推出同等力度嘅個人稅收優惠，最後會點樣？好多人會覺得新加坡肯定會跟進啊，唔係人都被搶走晒。但實際上，新加坡跟進嘅門檻非常高，代價亦都非常大。首先就係我哋之前講嘅輿論壓力，新加坡嘅民生壓力本嚟就大，俾富豪免稅嘅政策好容易引發社會不滿，甚至影響執政基礎。對於新加坡嚟講，社會穩定係比金融中心地位更重要嘅事，佢唔可能為咗搶幾個基金經理就動搖自己嘅社會根基。其次，如果兩邊都降到零，咁就等於大家又返到同一起跑線，稅收優勢抵消咗，最後仲係要拼其他綜合實力。咁新加坡之前靠稅收積累嘅優勢就冇咗，反而要承擔稅收減少嘅損失，得不償失。而且無限制嘅減稅競賽，仲可能引發國際社會嘅反彈。比如歐盟一直都喺打擊有害稅收競爭。如果一個地區對特定人群實行絕稅率，好可能會被列入避稅天堂黑名單。到時候反而會受到各種制裁，影響成個金融行業嘅發展。所以我判斷新加坡大概率唔會直接跟進零稅率，佢會走一條更穩妥嘅路，一邊適度優化企業端嘅稅收優惠，一邊繼續強化自己嘅其他優勢，比如監管嘅透明性、中立嘅政治定位、宜居嘅生活環境等等。佢唔會同香港拼價格戰，而係會走差異化競爭嘅路線。第三個假設，地緣政治因素最終會唔會蓋過稅收嘅影響？呢個其實係呢場競爭入面最核心，亦都最容易被忽略嘅問題。好多人只睇到咗稅收嘅差異，但唔記得當年好多機構從香港搬到新加坡，最核心嘅原因根本唔係稅收，而係對地緣政治風險嘅擔憂。過去幾年，地緣政治格局發生咗好大變化，中美之間嘅博弈，仲有香港本地嘅一啲政策變化，令好多純外資機構產生咗顧慮。佢哋擔心將所有業務都放喺香港，會受到地緣衝突嘅波及，會面臨唔確定嘅政策風險。所以佢哋選擇將一部分業務遷去新加坡，就係為咗分散風險，俾自己留條後路。對於呢啲機構嚟講，安全同穩定係第一位嘅，稅收反而係其次嘅。哪怕新加坡嘅稅高少少，只要足夠安全、足夠穩定，佢哋都願意留。咁而家香港推出咗咁大嘅稅收優惠，能不能抵消呢啲機構嘅顧慮呢？答案係分機構。對於中資背景嘅機構，仲有主要投資中國市場嘅外資機構嚟講，香港嘅吸引力係不可替代嘅。佢哋嘅業務核心喺中國，需要靠近市場、靠近信息、靠近人脈，香港係最好嘅選擇。之前遷去新加坡，更多係出於分散風險嘅考慮，並唔會將核心業務都搬走。而家香港有咗稅收優惠，佢哋肯定願意將更多核心團隊遷返嚟。但對於嗰啲做全球投資、對地緣風險極度敏感嘅機構，比如歐洲嘅養老基金、美國嘅大學捐贈基金，仲有一啲主權基金，佢哋可能仲係會更傾向於新加坡。對佢哋嚟講，新加坡嘅中立定位係幾多錢都換唔嚟嘅優勢。佢哋唔需要靠近中國市場，佢哋只需要一個安全、穩定、合規嘅亞洲落腳點。所以最後好可能出現嘅局面係兩邊嘅分化越嚟越明顯。香港成為中國資本同人民幣資產嘅全球樞紐，越靠近中國市場嘅機構越傾向於香港；新加坡成為東南亞同全球美元資管嘅中立樞紐，越追求安全同中立嘅機構越傾向於新加坡。兩者有競爭，但核心基本盤並唔完全重合，唔會出現一邊徹底贏咗另一邊嘅情況。傾完咗政策同格局，我哋再講下呢件事同普通人到底有乜嘢關係。我知道好多人睇到俾頂級富豪免稅嘅新聞，第一反應都係反感，覺得呢個係偏袒有錢人，同普通人冇關係，甚至會損害普通人嘅利益。但其實
金融產業係一個好長嘅鏈條，塔尖嘅政策變化，最終會一層層傳導到底層，影響到每一個相關嘅從業者。一座城市嘅金融產業唔係只有基金經理一間頂級嘅對沖基金，除咗幾個核心基金經理，下面仲有一大堆研究員、交易員、風控專員、合規人員、財務行政，仲有 IT 技術團隊。再往下延伸，仲有對接律所、會計師事務所、稅務師事務所、託管銀行、數據服務商，甚至仲有財經公關媒體呢啲周邊行業。一個頂級基金團隊落地，可以直接帶動幾十個甚至上百個中高端就業崗位。呢啲崗位嘅從業者唔係什麼億萬富豪，就係普通嘅金融打工人。佢哋嘅收入會支撐起本地嘅消費、租房、教育、醫療等各行各業。而且高收入人群嘅消費能力係好強嘅，佢哋租最貴嘅屋，去最好嘅餐廳，送小朋友去國際學校，買高端嘅商品同服務。呢啲消費最終都會變成普通人嘅收入。比如一個基金經理租10萬蚊一個月嘅屋，對應嘅就係房東嘅收入，仲有房產中介嘅佣金。佢去餐廳食飯，對應嘅就係餐廳老闆同服務員嘅收入。從城市經濟學嘅角度睇，吸引一個高端人才帶嚟嘅就業同稅收拉動係成數級嘅。政府雖然免咗佢嘅個人所得稅，但可以從佢帶動嘅消費、就業、企業稅收入面收回嚟更多嘅錢。呢筆大賬肯定比單純收嗰點個人所得稅划算得多。可能仲有好多喺金融行業做嘢嘅朋友會關心，呢場競爭會唔會帶嚟更多就業機會？會唔會令普通金融從業者嘅薪資上漲？從行業規律嚟睇，答案係肯定嘅。頂級機構嘅入駐，首先會帶動中高端崗位嘅需求，比如資深嘅研究員、交易員、風控，呢啲崗位嘅薪資會因為人才競爭而上漲。然後崗位多咗，對新人嘅需求亦都會增加，啱畢業嘅學生進入金融行業嘅機會亦都會變多。當然，呢個唔係一蹴而就嘅，需要產業慢慢集聚，效應慢慢釋放。但從長期嚟睇，金融中心嘅地位越穩固，行業嘅就業機會就越多，從業者嘅上升空間就越大。反過嚟講，如果金融機構都遷走咗，咁首先遭殃嘅就係普通從業者。高管可以跟着公司遷去新加坡，但普通員工大多冇辦法跟着走，最後只能轉行或者降薪求職。所以保住金融中心嘅地位，本質上亦都係保住本地人嘅就業機會。當然，我哋亦都要客觀承認，呢種政策確實會喺一定程度上拉大收入差距。畢竟最直接受益嘅仲係塔尖嘅嗰一小部分人，普通從業者能分到嘅只係間接嘅紅利。但對於一個參與全球競爭嘅城市嚟講，呢個係不得不做嘅選擇。喺全球化嘅時代，高端人才同資本係流動嘅，邊度有優勢就去邊度。你唔搶，人哋就會搶走。如果高端產業同高端人才都走咗，咁城市嘅經濟就會空心化。到時候普通人連工作機會都冇，更唔好講收入增長。先將蛋糕做大，先有資格談點樣分蛋糕。如果蛋糕都冇咗，一切都係空談。講到呢度，我哋不妨將視野再拉開啲，睇下成個亞洲金融格局嘅未來。其實除咗香港同新加坡，仲有唔少城市都喺覬覦亞洲金融中心嘅位置。比如迪拜，最近幾年靠零稅率寬鬆嘅監管，仲有中東嘅石油資本，吸引咗唔少財富管理機構同家族辦公室，發展勢頭好猛。仲有東京，日本政府亦都一直在推動金融改革，想重振東京嘅國際金融地位。仲有上海，隨住中國金融市場嘅不斷開放，上海嘅金融實力亦都喺快速增強。但目前嚟睇，呢啲城市都仲冇辦法真正威脅到香港同新加坡嘅地位。迪拜嘅市場深度唔夠，產業生態唔完善，更多係作為財富嘅中轉站。東京受限於語言同市場開放程度，國際化程度一直上唔去。上海則受限於資本管制，人民幣仲未可以自由兌換，暫時仲冇辦法成為完全意義上嘅國際金融中心。所以未來好長一段時間，亞洲金融中心嘅雙雄格局都唔會改變。香港同新加坡會一直競爭落去，但亦都會一齊分享亞洲經濟增長嘅紅利。而且從長遠嚟睇，呢場競爭對兩個城市嚟講，其實都係好事。冇新加坡嘅追趕，香港可能唔會有咁強嘅危機感，唔會咁快推出改革措施。冇香港嘅反擊，新加坡亦都可能躺在功勞簿上，失去前進嘅動力。有一個旗鼓相當嘅對手，
反而可以逼住自己不斷進步。對於成個亞洲嚟講，兩個成熟嘅金融中心並存，亦都唔係壞事。唔同需求嘅企業同資本可以根據自己嘅情況揀適合自己嘅落腳點，成個地區嘅金融效率亦都會更高。傾咗咁多，我哋簡單梳理下今日嘅內容。香港今次醞釀嘅基金業績分成零稅率政策，係亞洲金融中心競爭升級嘅標誌性事件，力度之大，超出咗市場嘅普遍預期。喺財政承壓嘅背景下推出呢個政策，足以睇出香港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嘅決心，亦都釋放出咗非常強烈嘅戰略信號。新加坡雖然感受到咗切膚之痛，頻頻召開閉門會議商討對策，但受限於國內輿論壓力同自身嘅治理邏輯，大概率唔會直接跟進個人端嘅零稅率，而會從企業端稅收優惠同優化現鬆環境入手，守住自己嘅基本盤。呢場競爭唔會有絕對嘅贏家，最終更可能形成差異化發展嘅格局。香港依託龐大嘅內地市場，做強人民幣資產全球樞紐嘅定位；新加坡依託中立嘅政治定位，鞏固全球美元資管區域節點嘅優勢。兩者既有競爭，亦都有各自不可替代嘅核心價值。而對於全球嘅金融從業者嚟講，呢無疑係最好嘅時代。兩個頂級金融中心爭相拋出橄欖枝，人才嘅價值被放到咗最大，佢哋有咗更多選擇空間，亦都可以獲得更好嘅回報。當然，而家一切都仲喺醞釀階段。香港嘅稅改方案最終能不能落地，幾時落地，具體細則係乜嘢都仲冇最終定論。新加坡後續會拿出點樣嘅應對方案，亦都有待觀察。但可以肯定嘅係，亞洲金融中心嘅呢場博弈已經進入咗全新嘅階段，後續一定會有更多精彩嘅變化。今日嘅分析就同大家傾到呢度。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嘅內容對你有幫助，對香港同新加坡嘅金融格局有咗更深入嘅理解，麻煩動動手指點個讚，你嘅支持就係我持續更新最大嘅動力。仲未訂閱嘅朋友記得點擊訂閱按鈕，順便埋旁邊嘅小鈴鐺。後續關於兩地金融競爭嘅最新進展，仲有更多全球財經領域嘅深度分析，我都會第一時間更新同大家分享。最後亦都歡迎大家喺留言區留低自己嘅睇法。你覺得香港呢波零稅率政策能不能達到預期效果？新加坡接下來會拿出點樣嘅應對方案？你更睇好邊個城市未來嘅金融發展？我哋評論區一齊交流討論，我哋下期再見。